主席，申訴專員公署上月公布政府打擊殘虐動物嘅調查報告，指出漁農自然護理署嘅執法工作出現指引不足同埋草率結案嘅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鑑於當局於2022年5月向本會簡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嘅主要修訂建議，但至今仍未正式提交修訂法例建議嘅原因為何？會否承諾喺本屆政府任期內完成或者分階段修例？如會，具體時間表為何？如否，原因為何？二、當局立法保障家居動物嘅福利，確保家居動物嘅負責人必須採取合理嘅措施。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三、鑑於近月接連發生中小學生涉嫌虐待動物嘅事件，當局就教育學生珍惜及照顧動物嘅工作詳情為何？有否計劃為教師提供相關嘅培訓同埋更新教材？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環境及生態局局長。主席，特區政府一直通過嚴厲執法同埋教育等預防工作，去遏止殘酷對待動物嘅行為。喺執法嘅方面，現時政府嘅分工嘅安排係香港警務處係負責處理緊急嘅個案，而經過1823等平台舉報嘅非緊急個案，例如係涉及可能會冇提供充足食物嘅呢啲咁樣嘅舉報，就會係由漁農自然護理署下稱漁護署去跟進嘅。嗱，申訴專員公署早前就當局打擊殘虐動物工作發表咗調查報告，報告亦都係表示理解漁護署喺有關殘酷對待動物嘅調查工作，現時係受到執法嘅權力所限，唔能夠進入處所嚟到係進行調查。並且係就漁護署喺跟進舉報個案嘅監察、協助打擊殘虐動物等不同嘅工作範疇，提出咗多項嘅建議。漁護署係接納報告嘅所有建議，並且係積極落實各項嘅改善措施，包括優化個案處理嘅流程、強化內人員嘅專業培訓等等。該處係會繼續與警務處、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同埋其他嘅機構通力合作，加強打擊殘酷對待動物嘅行為。就住林議員嘅提問，經諮詢教育局同埋保安局之後，我現在嘅回覆如下：一、政府喺籌備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169章下稱條例嘅時候，係理解到市民同埋持份者對於殘酷對待動物嘅刑責嘅罰則、部門執法嘅權力以及法例規管妥當照顧寵物等建議嘅意見係有分歧，所以我哋係必須採取審慎嘅態度，仔細研究。我哋留意到現時社會嘅關注，大部分都係聚焦於需要加強打擊殘酷對待動物嘅行為。申訴專員公署報告亦都認為呢方面嘅爭議係較少，因此係建議分階段修訂條例，先增加殘酷對待動物嘅罰則，同埋加強漁護署人員嘅執法權力。我哋係會通盤考慮各方面嘅意見，爭取喺今年內向公眾交代下一階段嘅工作。二、我哋留意到社會人士對是否應該立法規管寵物嘅照顧同埋福利並未有共識，但係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透過宣傳同埋教育可以發揮好大嘅作用，令到寵主係知道應該點樣係照顧自己嘅寵物，照顧佢哋喺飲食、生活環境同埋健康等方面嘅需要。漁護署係會繼續加強呢方面嘅工作，積極提倡飼養動物係一生嘅承諾，推廣寵物領養，教育市民尊重生命、善待動物，以及做個盡責嘅寵物主人。宣傳嘅渠道係包括電視宣傳短片、漁護署嘅動物福利專題網站、巡迴展覽、犬隻訓練課程、寵物領養日等。漁護署同埋愛協亦都會喺下個月裏邊推出新一輯嘅教育短片，教育寵物主人妥善照顧狗隻，讓佢哋可以與旁人係和睦共處嘅。三、政府已經係加強咗跨部門嘅協作，
喺校園培養我哋嘅下一代有關愛護動物嘅意識。具體嘅工作係包括：一、漁護署每年都為學校舉辦免費嘅教育講座，過去3年一共係舉辦咗超過470場學校講座，每年有超過15000名嘅學生參與，反應都係非常嘅熱烈。教育講座主要係針對幼稚園同埋小學，重點培養愛護動物嘅意識，讓學童係明白飼養寵物係一生一世嘅承諾。講座係用淺白嘅方式講解動物嘅唔同需要，飼養寵物前需要考慮嘅事項，如何妥善照顧寵物，唔應該棄養，以及建議學生以領養寵物代替購買等等。二、警務處係自從2021年起正式推展咗動物守護社區大使嘅計劃，積極推行喺校園設立寵愛角，並且係委任動物守護學生大使照顧寵愛角裏邊嘅動物。呢個計劃與唔同嘅政府部門同埋動物福利機構，例如漁護署同埋海洋公園係合作舉辦課程，透過多元化嘅訓練，加強學生照顧寵物嘅能力。此外，警務處亦都與香港城市大學、賽馬會動物醫學同埋生命科學院合作推出動物守護學長嘅計劃，由具專業知識嘅學長為學生提供動物護理嘅專業指導。呢啲嘅活動能夠向學生傳遞愛護動物嘅信息，並且係從小培養佢哋愛護動物同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嘅意識。三、與此同時，教育局一直係致力推動價值觀教育，幫助學生認識、尊重並且係以負責任嘅言行保護自己、他人及動物。與生命教育相關嘅學習元素已經係納入幼稚園同埋中小學嘅課程之內，當中係涵蓋保護動物嘅課題。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將加強生命教育作為學校持續加強關注嘅重點之一。而愛護動物、保持同理心，亦都係屬於學習期望嘅建議。教師培訓同埋素材方面，教育局係持續發展學與教資源，係包括愛護動物專題資源網頁，以愛護動物與大自然和諧共處，同埋與寵物相處為主題嘅生活事件教案，供教師參考同埋使用。教育局亦都係提供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當中係包括經驗分享，以提升教師喺推行生命教育方面嘅專業知識同埋教學策略。漁護署會與教育局繼續合作，為教師提供合適嘅教學資源。主席，政府係絕不容忍殘酷對待動物嘅行為。漁護署會繼續聯同警務處同埋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以多機構合作模式，合力防止同埋偵查涉嫌殘酷對待動物嘅個案。部門亦都會係深化校園同埋社區嘅教育及宣傳工作，培養市民同埋學生愛護動物同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嘅意識，讓寵物得到妥善嘅照顧，讓社會邁向人寵共融。林琳議員。主席，局方咧就答覆到咧，就話社會對應否咧立法規管寵物嘅照顧同埋福利咧係並冇共識嘅。但係咧，我睇翻政府自己發出嘅文件嚇，2019年嘅4月到7月咧，政府係有一份叫做提升動物福利嘅建議嘅公眾諮詢，個結果咧係有成88.6% 係同意引入謹慎責任，確保自主咧按法例要求咧係照顧動物嘅福利需要，唔同意嘅咧係0.6% 啊，局長。所以咧，我唔係好理解咧點解當時咧會咁樣去回答呢一 part 啦。咁我比較想再跟進去回答啦，因為我見到第一、第二條 Q 咧答得比較短啦，全部都喺第3嗰度答得比較詳細啲。就想了解啊，其實作為呢個動物福利法嗰度入邊文件有講話爭取今年內向公眾交代下一階段嘅工作，唔係太清楚，係咪今年內我哋就會就住立法有相關嘅諮詢文件呢？定係會有啲其他嘅文件會出現？唔該晒。局長。
係喺度，我好多謝議員嗰個嘅提問。嗱，我個人嚟講，我係十分同意啊！寵物主人咧應該係需要咧妥善照顧佢哋嘅寵物，亦都期望咧所有嘅寵主咧都可以係滿足佢哋嘅需要啦，包括飲食啊、生活環境啊、健康等方面，做一個咧稱職嘅寵主。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咧我哋喺即係想做嘅時候，我哋同唔同嘅團體，我哋同唔同嘅人士我哋喺呢方面做一啲嘅詳細嘅諮詢嘅時候咧，我哋發覺我哋的確係遇到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咁佢哋嘅關心係乜嘢咧？咁當然社會上有好多嘅人，佢哋本身可能佢哋唔中意寵物所以對於我哋要立法嚟到保障呢啲咁樣嘅即係一定要要妥善嚟到去對待啲動物照顧佢哋福利啦有啲嘅人係根本上佢哋已經可能唔接納咧。但係最更加重要嘅就係咧，甚至一啲係養動物嘅人、寵物嘅主人咧，佢哋都提出佢哋好擔心嘅。佢擔心啲咩嘢咧？咁有幾個樣嘢佢哋擔心。第一就係話咧一啲嘅人佢話喂，我住嘅地方本身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嚟嘅咁樣如果你立咗咁樣嘅法，佢會唔會因為我哋個居住條件唔好或者佢有時候有啲嘅佢能唔能夠做到即係咧對個寵物好因此而違反法咧？佢會擔心呢一啲。更加有啲愛護動物嘅人咧，佢哋提出就係話咧，如果我哋咁樣立法嘅話咧，好多嘅人會因為有擔心佢自己犯法嘅緣故咧，佢哋會棄養動物，造成嗰個問題咧會更加嘅大。咁亦都有一啲咧，即係嘅愛護動物嘅人咧，佢哋話咧我哋經常照顧一啲流浪嘅動物嘅。如果我哋將嗰啲流浪物個動物佢本身就有病，咁你佢話我冇去帶佢睇獸醫，要讓佢罰我嘅時候咧喂，咁以後我唔再照顧啲流浪嘅動物啦。我哋都擔心呢一啲。咁所以咧喺唔同嘅範疇裏邊咧，我哋見到咧，的確係有好多人咧係呢一方面有擔心嘅。咁而我哋咧亦都係見到就係話咧喺整個我哋對待動物呢一個咁嘅課題裏邊咧，較多人嘅共識就係咩咧？就係話咧我哋真係我哋需要咧喺呢一個嘅殘酷對待動物呢一個嘅問題上邊咧，我哋要加強嗰個嘅處理嘅方法。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即係正如呢個嘅申訴專員佢嘅報告裏邊亦都提出嚟。就係話咧呢方面嘅共識都係比較多，所以政府可能應該考慮就分階段我哋嚟到處理呢一個嘅問題。先喺呢一個嘅殘酷對待動物呢一個問題上邊咧我哋研究可否加強嗰個嘅罰則咧，以及更加重要嘅就係話咧我哋係咪可以咧即係咧加強漁護署佢哋嗰個嘅執法嗰個嘅權力。咁希望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係逐步嚟到加強呢一方面嘅工作。咁所以我哋嗰個計劃就係話咧我哋喺呢一方面我哋會做一啲嘅個案，一啲嘅唔同嘅方案。咁然後咧我哋同一啲嘅真係關心呢啲嘅項目嘅團體，我哋詳細嚟到傾下應該係點樣去做。宣傳教育我哋一定係會做，協助嗰啲嘅團體嚟到喺呢方面咧嚟到做得係幫助嘅人咧去喺嗰個嘅教導嗰啲嘅寵主咧係咪或者係一啲嘅具體嚟到幫助佢哋點樣去照顧一啲嘅流浪貓狗呢啲問題上面咧，政府我哋會幫助佢哋。立法方面咧，我同佢傾下我哋點樣做，去到咩嘅程度，我哋覺得係喺一個社會裏邊，我哋攞到一個嘅共識咧咁。然後我哋希望喺今年內邊咧我哋可以喺呢方面咧做一個嘅建議咧，翻立法會嗰度嘅。多謝主席。